2025-2026學年才藝匯演即將開始，掌聲歡迎我哋嘅嘉賓！各位來賓、家長、同學，體育係聖馬大勒納學校嘅教育當中，唔單單係汗水嘅揮灑，更加係一門育人嘅藝術。冇錯，我哋重視學生嘅健康生活素養，透過多元化嘅體育訓練，培養學生規律嘅運動習慣，更讓佢哋喺體育場上學識尊重對手、尊重隊友。接住落嚟，就等我哋透過慶祝會組瞻禮暨校慶活動嘅影片，共同見證孩子如何以堅強嘅體魄、活力嘅身姿，實踐藥家精神，活出自信同大方嘅特質。請大家欣賞。好，去片。喺活動正式開始前，讓我哋為大家介紹今日嘅嘉賓。首先係校監高燕常女士，校董廖子珊女士，家教會會長梁東晶女士，仲有我哋嘅校長歐志權博士。好，各位嘉賓以及嘅在場每一位嘅家長同學們，大家午安啊！祝你哋平安。現在有請陳詠儀老師為我哋帶領祈禱。請各位起立。因父及子及聖
神之名，阿們。全能仁慈嘅天主，我哋誠心向你祈求，懇求你祝福住我哋今日嘅才藝匯演能夠一切順利，並且求你堅定我哋每一位師生嘅心志，盡情展現平日練習嘅成果，發揮所長，好能自信地享受舞台。願呢場匯演不僅係展現大家才能與努力，更加彰顯住你所賜予嘅恩寵，讓師生彼此激勵，互相欣賞，喺表演中能夠體會到團結同埋喜悅。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巴迪馬聖母，聖女馬大勒納加洛薩，聖女帕基達，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請各位坐下。今日喺呢個舞台上面，我哋聖馬大勒學校嘅同學仔將會展示自己喺各個興趣班入面嘅學習成果。我諗大家都好期待睇到同學仔嘅精彩演出。係啊，溫馨提示大家，請各位保留入場門飛，因為喺門飛嘅右下角有一個二維碼，大家可以通過掃描呢個二維碼取得今日嘅場刊。同時，今日活動嘅照片亦都可以喺呢邊查看得到。而喺節目開始之前，等我哋嚟做一個自我介紹先啦。我哋係今日嘅大會司儀，我係翠兒姐姐。喺我身邊嘅呢一位呢，係黃老師。好，大家好，黃老師就係我。冇錯，聖馬大勒納學校一直以寬容同埋仁愛作為辦學嘅標杆。而喺匯演嘅第一章，我哋嘅主題係關懷。關懷源於悅己納人嘅精神。當我哋識得欣賞中華文化嘅深厚底蘊，學會愛人如己，呢份關愛便能化作力量。而接住落嚟係由龍獅隊以及武術班帶嚟嘅表演，唔單單展示咗中華傳統氣節，亦都體驗隊員之間嘅默契配合，同埋佢哋互相扶持。今次嘅表演係兩班同學仔共同為大家演出。武術班嘅同學將為大家帶嚟特色嘅拳法，當中包括奇術、南拳、佛家拳、五步拳表演。拳法剛勁有力，禮似禮中，既強身健體，又傳承武德。而龍獅隊定期都會參與校內以及由社區同埋政府主辦嘅公益活動，提升學生之間嘅團體合作精神，並向學生宣揚共融理念，正正呼應咗我哋學校嘅德育主題關懷。事不宜遲，時間交俾各位同學。
真係好精彩嘅開幕演出啦！黃老師，5月份係我哋學校嘅校慶月，咁除咗匯演之外啦，仲有一系列嘅精彩慶祝活動，你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好啊，我哋咧咁多校慶活動裏面咧，打頭陣咧係附有體育精神嘅謙遜杯同埋仁愛杯校慶足球機比賽。呢個活動咧可以俾同學仔鍛鍊手腦協調同埋合作能力，更加重要嘅係咧引導佢哋喺勝負之間保持住體育家嘅風度。咁我知道嘅咧就有慶校慶素常問答比賽，同埋常識科動手探究成果發表會，展現咗學生喺跨學科協作中嘅科學精神。而之前高年級嘅哥哥姐姐仲帶咗佢哋嘅火山爆發實驗過嚟俾我哋幼稚園嘅弟弟妹妹睇添。仲有啊，上個禮拜嘅校園書展日得到咗好多家長同埋同學仔嘅支持，多謝大家！不得不提嘅係會組瞻禮當天同埋今日嘅才藝匯演，仲有正校校園裏邊嘅視藝作品展，學生透過媒材與舞台，以肢體與歌聲展現大方自信嘅行為美德同埋文化氣質。哇！真係好期待啊！喺欣賞更加多精彩演出之前，我哋有請校長歐志權博士代表學校為今日嘅活動致辭。好，掌聲有請！尊敬嘅校監高燕純女士、校董廖子珊女士、校董梁東晶女士、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家長，大家下午好。望住今日何麗苑華嘅會場，燈光閃閃，氣氛熱烘烘，大家個個精神飽滿，我心裏面特別開心，特別溫暖。今日係我哋全校其中一個最期待、最有青春氣息嘅大日子。我哋1年1度嘅萬眾期待嘅才藝匯演。首先，我想衷心感謝嚟到現場支持嘅各位嘉賓同埋家長，多謝你哋一直以嚟對學校同埋對孩子嘅愛護同埋支持，亦都多謝喺咁長時間入邊用心準備嘅老師同埋同學們。今日睇到你哋嘅演出，或者睇到你哋嘅彩排過程當中，我相當滿意，相當開心。亦都最重要嘅就係印證咗你哋通過努力能夠展現自己嘅才能。今日都想特別借呢個機會感謝一眾家長，佢哋支持學校嘅自行回校資助計劃。喺今年度新增嘅，喺大家嘅支持底下啦，我哋常規性嘅係減少咗一部大巴。咁大家睇到呢啲圖片啦，我哋除咗係感謝減少咗大巴嘅家長佢自行帶返學，亦都好感謝每位家長係風雨同路喺門口同我哋照顧我哋嘅學生。今日要好感謝嘅，我哋雖然唔會話可以減到好多，而家減下巴都唔係一個錢嘅問題。而係咧我相信大家都留意到，即使我哋筷子基校部我哋嘅上校班問題咧，好似已經解決咗咁樣嚇。咁但係咧，其實咧，我哋仍然面對一啲嘅投訴啦。
亦都面對我哋喺老人院前地分校咧嗰個狹窄環境底下咧校巴嗰個使用嘅極度困難。咁呢啲都係我哋所面對當中。所以喺照借呢個機會感謝家長嘅同時咧，亦都希望喺明年度咧而呢個係我哋分校嘅一個上車情況啦。咁所以咧希望咧即係話都感謝家長嘅同時咧，都鼓勵其他家長咧喺下學年啦，可以咧積極參與我哋一個自行回校嘅計劃。嗱，其實呢個計劃咧因為我哋好難再安排到咁大量嘅校巴啦，會阻礙好多時間之內咧，其實學生自己返學校咧，我哋仲安排咗好多嘅活動俾佢嘅。咁譬如咧就係佢哋朝早會返到去分校嗰度啦，會睇書啦。咁我哋會睇新聞啦，咁而喺一個星期入邊有一日係會睇英文嘅新聞啦。咁我哋會讓小朋友自主學習啦。咁最後咧仲會有一個祈禱，然之後上課一個正念正心嘅祈禱。呢啲種種咧都係我哋希望將整個配套咧能夠按照學校現存嘅環境啦，能夠都同家長去好坦誠咁樣分享。咁再次感謝家長嘅支持啦。咁我哋去到8月尾嘅時候咧，會再問大家嘅意見，同埋咧做一個登記。感謝完家長之後咧，我哋都好想回歸翻喺校園生活上邊。點解我哋會有才藝匯演呢？我相信已經喺我哋學校讀咗若干年小年嘅家長會明白，因為好多人會覺得，讀書、考試、分數、功課係咪一個年青人佢校園生活嘅全部呢？我相信唔係嘅。真正嘅校園生活呢，除咗書聲朗朗啦，仲應該要有歌聲、有掌聲、有歡笑聲，同埋有一個舞台俾學生去展現佢哋嘅才能。我哋聖馬大力納學校一直都重視每一位學生嘅成長。咁我哋嘅教育咧係希望陪伴每一個學生、每一個小朋友發掘到佢哋自己嘅閃光點，做最獨特、最自信、最開心嘅自己。我哋嘅團隊一直都深信一句説話，每一個同學都係與眾不同，個個都會有佢自己嘅才華，每一個小朋友都應該要有佢自己嘅光芒。講到光芒，好想同大家分享下聖馬大力納學校嘅一啲發展情況。嗱，首先當然啦，我哋9月份成功開辦中學，我哋嘅 Form 1，我哋嘅中一已經係基本上收滿晒㗎啦。咁呢個情況，呢個喜訊呢，都要同大家去分享嘅。我哋已經設計咗適合我哋馬大學生嘅中學嘅課程。課程其中一個亮點係設計與應用科技科，從 Form 1嘅 3D 建模到數位製作，到 Form 3嘅物聯網、Python 同埋 AI 嘅應用，學生循序漸進咁樣掌握未來科技核心嘅能力。我哋嘅課程會以工程設計嘅流程為主軸，結合 3D 打印、鐳射切割同埋電子控制，培養學生從設計到實踐到實體原型嘅整體嘅一個創作能力。透過 Capstone 專題實作，學生學會以工程思維解決真實嘅問題，從學技術進階到創造產品。我哋俾學生嘅係理論同實踐並重嘅綜合能力。另一方面，我哋會繼續延續我哋學校對英語學習嘅執着同追求。除咗我哋喺高中會開設英語選修課程之外啦，我哋已經同聯國學校介紹一下啦。咁喺我右手邊嗰個就係聯國學校嘅校長 Vivian。咁咧，我哋去到聯國學校做咗一個好詳細嘅溝通交流，為我哋學校未來嘅英語嘅拔尖發展咧，我哋建立咗一啲嘅合作關係。咁呢啲關係咧，包括我哋嘅一啲英語嘅或者佢係對英語學習有需要啦，或者英語水平比較好啦，或者將來希望去外國升讀大學嘅呢一啲學生咧，我哋會從小學開始去到中學，會同聯國學校合作，一齊喺課程內或者課程外咧去做一個共同嘅培育。咁呢一個咧計劃係已經進行當中㗎啦。咁而我哋首批學生會去到聯國學校做一個體驗咧，相信會係1-2個星期之內。而我哋同聯國學校嘅全面合作，特別係英文科，會喺下個學年咧，我哋會開始逐步觀
貫穿高小同埋我哋嘅 Form 1。呢一個亦都係印證我哋學校一路由上任校長佢好重視英文，歐校長嚟到大家覺得好重視體育，不過歐校長都好重視英文嘅，好重視我哋學生嘅學能，所以我哋一步一步推進我哋嘅計劃，讓我哋馬大嘅學生，如果佢將來希望升讀海外嘅大學，或者本地一啲同英語專業相關嘅大學，佢會有更好嘅路俾佢行。講一講呢張相先。嗱，呢張相咧就係我哋去到聯國學校同佢交流參觀，佢哋校長好親切地介紹。呢一個其實係世界地圖嚟嘅。咁啊，聯國學校因為唔同國籍嘅學生啦，咁其實大家估下每一個年齡嘅入邊係咩嚟嘅？每一位學生、老師、職員、工友，我好欣賞。而呢一個亦都係呢個校長佢好自豪嘅地方，佢好自豪自己嘅學校，佢嘅每一個部分。所以喺我哋新校入邊咧，我都希望有呢一個嘅地方留有各位同學、畢業生、老師、職工佢嘅一個經歷喺我哋學校。呢一個係讓我哋一齊共同去到期待。咁啊，講完同聯國學校嘅合作之後呢，我都講講就係嚟緊新學年呢，我哋會開展一個叫做 Learning Everywhere 嘅計劃，讓學生呢可以喺校內同埋居家嘅時間呢，主動增加學習各科嘅機會。我哋會設置各科嘅題庫，題庫會以 AI 驅動，老師把關，教務組同埋資訊科技組去執行，讓我哋嘅學生會喺校內或者返到屋企都好，都可以透過網絡、透過設備去到做佢呢段時間教緊相關題目嘅一啲題庫。第一，讓學生多做，當然唔需要花好多時間嘅，每日可能幾分鐘，但係如果你累計起一年嘅話，其實呢個學習成效就喺度。另一方面，亦都係會俾佢溫翻近期佢教緊嘅嘢，正正係同我哋嘅教學相配合。佢並唔係我哋同某某教學單位做一個題庫，唔係，而係自己學校嘅東西。所以呢一個亦都可以亦都可以咧，係幫助翻我哋正在喺我哋學校就讀緊嘅同學，佢嘅一啲學習嘅情況。當然啦，如果你話參與得多嘅、學習得多嘅、啱得多嘅，會唔會有獎呢？咁大家又可以提議一下，獎勵少少咁樣。咁啊，呢一個呢，就係我哋呢個計劃呢其中一個嘅亮點啦。咁其餘學校嘅特色都大家好清楚㗎啦。歐校長就成日講體育係嘛？咁啊，體適能課程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好重要。品德培育讓我哋成為有溫度。今天大家都講緊 AI 唔夠我哋有溫度，但係我哋嘅溫度都要培養出嚟，你唔係生出嚟就有嘅喎。究竟我哋喺倫理上邊、喺道德上邊點樣去有別於 AI？ 呢一個就係我哋所講嘅，我哋通過品德教，我哋通過宗教教育，我哋培養俾我哋小朋友嘅溫度。我哋都希望培養佢哋成為有擔當嘅良好公民、熱心嘅教友。至於學科素養方面呢，學科素養更加係我哋每一個年青人嘅基礎嘅能力。對於我哋學校嘅發展，我哋充滿憧憬。今日咧分享住咁多先，因為如果唔係講落去咧就表演唔到㗎啦，可以講2個鐘頭咁樣。咁我哋會一步一腳印咁做好所有嘅計劃。翻嚟今日嘅才藝匯演，我哋舉辦才藝匯演，頭先講咗啦，目的好簡單，就係想俾我哋嘅小朋友為佢哋搭建一個自由、快樂、包容嘅舞台，係每一個同學都有機會被睇到、被欣賞、被鼓勵。希望大家透過藝術、透過表演，學會自信、學會表達、學會欣賞同埋合作。喺學校眼中，會讀書嘅係優秀，有才藝嘅係出彩，有自信、有禮貌、陽光、開心、熱愛生命，就係最完美嘅馬大利亞學生。藝術會滋潤心靈，才藝會點亮青春，快樂會豐富成長。願我哋每一位馬大利亞同學未來唔單止成績進步，更加滿面陽光，心中有愛。天主保佑，多謝大家。好，請歐校長回座。
成長嘅路途並非總是平坦，因此我哋致力培養孩子責任擔當嘅能力，亦都引出咗我哋匯演嘅第2章堅毅。無論係敲擊樂嘅精準節奏，淨係樂隊演奏時嘅完美銜接，背後都係無數次枯燥練習中嘅堅持。呢一種不輕言放棄、勇於面對壓力嘅抗挫能力，正正就係我哋想送俾學生最珍貴嘅成長禮物。現在請大家用心聆聽我哋同學仔如何用音符同埋表演，譜寫出屬於佢哋嘅堅毅樂章。第2章節嘅第一個表演項目係敲擊樂，佢哋演出嘅曲目係《Circle of Light Remix》，係一首流行搖滾風格嘅樂曲，《獅子王》經典主題曲重新詮釋，加入咗現代節奏同埋電子元素。表演敲擊樂嘅同學運用木箱鼓同埋非洲鼓等等嘅樂器，加上3年級學生熱情激昂嘅舞蹈，展現出同原版非洲風情唔同嘅活力表演。舞台交俾各位表演者。果然係活力滿滿，敲擊樂節奏敲擊樂節奏動感十足，鼓聲鏗鏘有力。小三嘅同學舞姿熱情激昂，完美融合咗現代元素與經典旋律，呈現別具風格嘅精彩演出。精彩嘅演出唔好俾佢停。接住落嚟嘅表演節目係由不插電樂隊同埋幕前演出班嘅同學帶俾大家嘅搖動心弦。不再孤單嘅旋律，內向嘅瑤瑤仲是孤單一人，直到被合唱團嘅妍希等人拉進音樂世界。喺歌聲中，佢慢慢揾返佢嘅自信。最後，就連曾經嘲笑佢嘅嘉怡，亦都被舞台嘅魅力打動，加入咗演出。音樂讓每一顆孤單嘅心
找到屬於自己嘅旋律同埋同伴。舞台交俾表演者。
empty streets on the border for the broken dreams, where the city sleeps and I'm the one and I walk down. The only one beside me. My sorrows are the only one needed. Sometimes I wish someone out there will find me. Today I walk alone.個大袋係佢。瑤瑤，點解你而家仲未翻屋企嘅？我行過啫，而家就走㗎啦。瑤瑤冇走啦 ，Miss Winnie 啱啱先話想揾多個人唱多音部，你把聲咁甜，試下啦。瑤瑤，呢首歌叫 You Raise Me Up， 歌詞話緊，當我哋意志消沉嘅時候，身邊嘅人會支撐住我哋嘅。瑤瑤，我都有聽過你喺音樂堂度細細聲唱歌㗎，其實你都唱得好好㗎。音樂咧唔係用嚟比較高低嘅，其實係用嚟分享快樂㗎嘛。瑤瑤，要唔要嚟我哋合唱團試下？唔好啦，試下啦。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原來同大家一齊唱歌真係會好有力量㗎。我係張先生啊，你問
佢好有自信啊！嘉怡其實唱歌我好過你平時拍嗰啲整蠱片啦，連佢每次都係嘈嚟嘈去，我哋係咪都一直都揾錯咗令自己開心嘅方法啊？但係你睇下佢哋啦，佢哋咁多人咁自信，我哋得翻部手機仲有乜嘢啊？嘉怡永林，我等咗你哋好耐啦，其實我一直都有留意住你哋兩個㗎。Sweeney，我哋都唔係合唱團嘅，你話我哋做乜嘢啊？其實咧，我知道你哋兩個咧一直都有練開舞㗎，你哋兩個跳舞咧都係喺學校入邊咧都算係好好㗎。嚟緊咧，我哋合唱團咧有一個表演叫做 Show， 講緊咧每一個人咧都係獨一無二嘅。我想問你哋願唔願意加入我哋嘅跳舞，然後將呢一份正能量傳出去啊？但係而家有好多人都唔中意我哋，我驚我會搞亂晒喎。係咯，再以前咁樣對瑤瑤，佢梗係唔會原諒我啦。嘉怡，以前啲事唔會介意㗎，我哋需要你哋嘅才華，我哋一齊令呢場舞台變得更加完整啦，好冇啊？好啦，大家跟住個 beat 要咁樣。大家準備好未啊？準備好。3、2、1 ，music。 Come on, get on up. We're wild and we can't be tamed. And we're turning the floor into a zoo. We're living a crazy world, caught up in a rat race. Concrete jungle life, sometimes a bad place. It's
好，唔該晒表演嘅同學仔，啲歌聲咧真係好悅耳動聽啊！黃老師，啱啱我哋欣賞咗好多精彩嘅才藝表演，演出成功反映咗小朋友多種品德，例如頭先會提到嘅堅毅，接住落嚟會講嘅勤奮，仲有團隊精神等等。學校始終深信品德，先係孩子成長中最堅固嘅根基。冇錯啊！我哋咧唔單止追求外表嘅光鮮亮麗，更加重視元人培育。我哋教導同學仔要尊重生命、珍惜自己，並且生活中履行對家庭同埋社會嘅責任。德育唔係書本嘅理論，而係體驗喺同學們每一次嘅實踐校訓，在仁愛中行謙遜，在謙遜中行仁愛嘅行動裏面。接下來，讓我哋透過德育影片走進孩子們嘅內心世界，睇下佢哋喺校園中嘅成長點滴。請欣賞影片。
到咗匯演嘅第3章，我哋聚焦於勤奮。喺我哋嘅學校，勤奮唔單單係努力，更加係一種自主學習嘅態度。冇錯，無論係追求力量平衡嘅跆拳道，淨係花式單車，仲有展現優雅美感嘅舞蹈，每一份精彩嘅呈現都源於學生對自身潛能嘅開發同埋對卓越嘅追求。佢哋以求真嘅信念，喺一次次跌倒同埋躍起中傳譯勤奮嘅真諦。讓我哋以熱烈嘅掌聲歡迎接住落嚟嘅表演者，睇下佢哋如何用汗水灌溉夢想，展現體藝之長。打頭陣嘅係跆拳道班嘅同學，跆拳道融合千年舞蹈哲學，喺疾風般嘅踢擊中並進剛柔兼備嘅極致美學。每一個動作都刻印禮儀廉恥嘅舞者之魂。拳腳與喝彩共振，以始於禮終於禮嘅武術精神為基礎，培養出高尚嘅意志品質同埋忍讓謙恭嘅美德，讓學生踢破難關，躍逐夢想。舞台交俾各位表演者。
同學仔。花式單車係一項結合咗動感同優美、充滿挑戰嘅單車運動，唔單止考驗體能、平衡力同埋反應速度，更高度講求技巧同埋膽量。喺今日嘅表演當中，我哋嘅同學將會喺單車上面做一件事高難度而且優雅嘅花式動作，讓大家見證佢哋經過努力練習所得嘅成果同埋自信。
該花式單車嘅同學，精彩絕倫嘅花式單車演出，完美融合咗力量、平衡、藝術嘅美感。同學們沉穩自信，不畏挑戰，每個高難度動作都盡顯刻苦練習嘅毅力，展現蓬勃向上嘅青春面貌。接下嚟為我哋帶嚟獨舞嘅呢一位同學，佢唔單止係 BDS 世界青少年街舞大賽獲得入選，成為澳門隊成員，同時亦都係香港世界大賽 World of Dance 舞蹈大賽嘅冠軍。我哋事不宜遲，即刻將舞台交俾何卓彤。為我哋帶嚟嘅精彩演出。咦，黃老師，你睇下，畫卷中嘅少女拿着扇子從畫中跳出，佢哋梳妝打扮，靈動起舞，倩影翩然，時而掩臉嬌笑，時而旋轉心風，每一串裙擺都顯露着躍出畫框嘅歡喜。事不宜遲啦，讓我哋一齊欣賞中國舞俏執線。
該晒中國舞班嘅同學仔。馬上為我哋表演嘅係一班小啦啦隊員，佢哋會獻上一首好有型嘅舞蹈，伴隨住輕快嘅節奏，跳出整齊嘅動作，帶住燦爛同埋可愛嘅笑容，加上有力嘅舞姿，俾大家一個超振奮嘅視覺享受。舞台交俾佢哋。好，今日嘅活動得以順利展開，圓滿成功。除咗師生合力，在座咁多位到場支持之外，仲有一班落手落腳協助活動嘅義工家長。現在有請高現常校監上台為我哋頒發義工家長感謝狀，有請高校監。有請以下讀到名嘅義工家長上台，接受感謝狀以及合照留念，排名不分先後。呂少晴、呂少柔、呂少琪家長，何奕謙、何卓賢家長，鄭希樂、鄭希南家長，黃海傑、黃海謙家長，何卓彤家長，盧顯章家長，黃瑞希家長，吳樂彤家長，曹希文家長、陳維希家長，黃俊熙、黃國森家長。好，歡迎更多嘅家長成為我哋嘅家長義工。嗱，我哋請攝影老師就位。
間過得特別快，接住落嚟係影大合照嘅環節。請各位安坐位置中，請現場嘅攝影老師嚟到舞台上面，為在場嘅咁多位影一張大合照。現在有請陳穎儀老師為我哋帶領結束祈禱。請各位起立。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全能仁慈嘅天主，我哋感謝你嘅助佑，使到本校今天嘅才藝匯演得以圓滿完成。感謝你，讓我哋喺呢一場嘅匯演當中，體會到團結嘅力量、付出嘅喜悅以及彼此欣賞嘅肯定，而呢一啲都係你俾我哋嘅恩賜。天主，懇求你繼續守護本校全體師生、各位嘉賓同家長，賜予我哋平安健康。願我哋將今日嘅喜悅同埋收穫化作前行嘅力量，在你嘅指引下繼續勤奮向前。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花地瑪聖母，聖女瑪達勒納加洛撒，聖女帕基達，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請各位就座。2025至2026學年才藝匯演圓滿結束。